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晴。你敢有聽過密室脫逃？密室脫逃是什麼玩具？自願關入去密室內面去闖關來取樂，到底是人出問題，還是硬體無監督？時代法律、行政管理攏嘛愛對照着。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嘅業主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密室脫逃設計業主陳新仁。大家好，我是陳新仁。那麼第二位，銘傳大學建築學系教授王佳駒。主持人甲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密室脫逃迷朱玉賢。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副教授吳英平。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繼續咱來看賣，台北市這間密室脫逃的店家，初十的時陣有員工因為扮鬼，鎖啊鎖佇頷頸啊意外過身。那麼今仔日呢，家屬甲員工開了記者會，有離職的員工講，早就捌甲公司反映過安全問題。公司攏無要無緊，台北市政府強調，這禮拜會提出相關的安全指引，未來會固定進行的稽查。我女兒只是去工作，她的命就丟了。她喜歡密室逃脫，但她奪走她的性命。家屬艱苦到流目屎，要求檢察官予伊過身的查某囝一個公道。伊的查某囝佇台北市一間密室逃脫店家食頭路，隨着因為扮演吊頭鬼鎖啊耍頷頸出意外的15過身。即一家屬和業者的前員工甲在職員工出席記者會，儕人表示，即個代誌發生進前，就有向公司反映，應當愛有保護措施，也毋過公司攏無積極處理。之前就是在執行上吊的環節的時候，然後繩子卡到脖子。那我就當場失去意識，後來我就反映給就是其他的正職員工，但是後來就不了了之這樣。懇請檢察官以最快的速度起訴應負責之人，並且在目前的偵查程序中，懇請檢察官盡可能的保全相關正在流失、正在被滅證的證據。密室逃脫是一種新型行業，消費者佇咧封閉的空間內底體驗各種遊戲關卡甲情景，也是真濟少年家會選擇的工課。出意外了後，組織單位文化局有會同其他單位去稽查34棟，去檢查建物裝潢、消防設備等等。市議員洪建業質疑，應當針對機關遊戲設備安全設計去稽查，才通保障消費者甲員工的性命安全。文化局也表示，後續會提出安全指引。會來做相關的，包括他們要求業者針對機關的設計、測試都要留下完整的記錄跟圖說。然後也要針對這個部分的安全性跟整個一個緊急的措施跟防貸的機制。台北市府表示，會佇這禮拜趕緊提出頂針式內容體驗產業的安全指引，要求密室逃脫空間愛有人監看。甲公共安全、活動流程和機關道具，業者員工規範和消費者保護4大層面。未來嘛規劃甲安全稽查常態化，按算1年2屆，希望會當防止這款不幸的意外。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我相信有真濟觀眾朋友唔捌去過什麼叫做密室脫逃啦，吼。那麼而且你看了新聞，你就知講哦，這擺出代誌的其實是內面咧扮鬼的員工，唔是耍的人。那麼到底這個場所的安全有關係無關係？有關係，但是甲這擺的事件內面是毋是直接的關係？但今仔日呢，剛好好好來釐清，然後來討論。不過整體來講，到底密室脫逃內面內面分足儕類別的了。我先請我們先請這個新人你來先說說看，密室脫逃到底有哪幾種？那麼，它按照這種類別來說，它的所謂會發生這種意外的可能性，你們自己的不管是從業的經驗來看，你怎麼看待？可能先講一下關於密室脫逃。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名詞叫做沉浸式的體驗。是。那先簡單定義一下它的樣貌。它比較是說，我們有一套劇本，設計出一套劇本故事。
然後我們會創造一個場域，就是會有實際的場館，然後再融入一些科技，然後讓體驗者或是所謂的玩家，還可以投入到這個故事之中，就是跌入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世界。那這樣子的情境下，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業態的發展。那密室逃脫事實上只是其中的一種類別。那其他的類別還有像是劇本殺，它可能更着重於劇本，還有多視角型的劇本。然後還有像近期我們就是跟舞台劇的業者，或是舞台劇的演員或音樂劇的演員合作的那種沉浸式的劇場的導入，甚至還有一些是跟在地環境，可能在戶外結合一些 APP， 然後可以跟在地的一些故事啊或在地的文化結合的一些遊戲作品，所以其實類型蠻多元的。所以它不一定是密室啊，是的。那麼以密室而言，它一定是要黑漆漆的，然後完全包覆式的，才有那個感觉嗎？那種可能会，我聽起来会比較像是其中我們這个類型裡面的其中一種，可能是比較恐怖類型的作品，那就需要那樣子的氛圍，所以它需要可能需要那個剛剛提到比較黑暗的場域，或是那個封閉性比較高的場域的這種模式，那可能也是一般外界的想象，但是我剛剛提就是我們實際上是非常多元的。那麼以你看待這一次發生意外，它是員工扮鬼這件事情，在你的經驗裡頭，你覺得這是遲早會發生，還是說其實是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老實說，因為我是我們這個協會裡面的成員之一，那我們協會在去年其實就是針對說，因為現在從國外有引進了一些所謂的黑暗追逐或是這種恐懼元素的作品，那我們協會內部有認為說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年就是非常積極的在推展相關這種演出的規範的安全的一些指導綱領。好，他都要等先所講的吼。攏是咧第一，咧甲你講密室脫逃吼，內面足儕類別的，啊，佫有即個戶外的，吼，室外的啦，也有室內的，啊，有誒是牽涉着講，哦，敢若安尼真緊張誒，啊，所以吼，下都要真斟酌，所以因業者本身啊，也有咧斟酌講，哦，啊，即個較危險，可能愛小可斟酌一下。那麼今仔日會請王老師來吼，那是因為，這個關係到室內啊，啊，即擺吼。頭一個台北市政府講啊，這就是中央無統一的這個管理制度啦，所以吼，地屬阮吼無通好啊來管理啦。啊，但是一查，哦，34間有12間哦，消防安全違規啊，所以我會請吳老師來啦，講12間安全違規啦，罰走110萬，104萬啦。啊，這個代表講這個產業啊本身在台北市本身。伊本來就有法通有行政法令，還是法律通好稽查嘛？是不是安尼講，老師？其實吼，咱也來討論這個議題，咱咧個分做3個面向來講吼。第一個就是法規，第二個是人的行為，吼，人的心理甲行為的這部分。第三個就是講咱即賣的教育訓練，甲咱的保險啊，即個風險轉移的這制度有完整無？啊，咱若是對法規來講吼，其實咱咧講的這個建築法規，伊是咧對頭前的設計。互伊安全，吼啊，互伊大家佇內底會用安全來使用。消防法規呢是咧拄着較緊急的情況的時陣吼，伊也有法度離開遮。啊，其實即屆的這個代誌吼，甲這兩個法規吼無遐尼濟關係。即屆的代誌其實是甲咱的勞動安全吼，這方面的法規。啊，毋著甲職業安全衛生法。是，因為伊即屆是員工，吼，伊即屆主要是員工。啊，唔是咱那個玩家吼，去遐咧使用的人哦，所以咱先看這3個法規，其實是甲這個空間的安全攏有關係。好，啊，即擺咱咧講密室逃脫吼，密室脫逃這個代誌吼，伊其實你來咱咧想迄個情況，咱一般咧設計法規吼是講，我這個空間愛較光咧，愛去較緊能離開咧，吼啊，咱來甲所有的這個攏甲想入來，啊，毋過。咱即馬即個空間的使用，拄啊，甲咱所有法規設計拄啊顛倒，吼，所以咱若要擱轉來檢討即個代誌，伊就會變得較複雜，就是講，咱即馬法規的設計，咱攏想講即個空間是已經設計好的，所以對建築物來講，伊已經設計佇遐，吼，我已經照咱的法規來設計啊，吼啊，所以伊用迄不管用哪一類的迄個場所來規範，伊攏已經規範佇遐。啊，用對消防來講，伊嘛是
我愛做啥，我愛裝啥，我愛裝啥。所以拄我講的遐個法規吼，其實是講伊本來就愛裝啊，伊無裝，毋是遐個法規，毋是完全為着咱的這個密室脫逃來做設計的法規啊。哦，所以有法規，毋是為了這個物件，咱這個新的產業來做的。哦，所以咱也對法規當來想吼，咱甲這三個法規攏攤開來看，其實咱即擺的法規無去規範着這嘛。哦，因為即擺咱產業的發展攏比所有的法規走了較緊。嘿，啊，咱即擺法規去看到即擺代志的時陣，咱才發現講啊，這個法規哪袂使。哦啊，所以陳老闆因安尼查甲因哀叫安尼。係啊，所以你若講啊，我今仔日建築掉，伊建築伊用迄 D1 就是講，因為我找無其他的，我干那用迄個娛樂的方式來處理。對消防來講，啊，教類的已經是上嚴的啊。哦，啊，所以表示講，我即擺的法規，這兩個法規無法度去對着伊即擺產業的需求。哦，啊，所以這就是講，咱來去想講啊，這後擺是毋是要有另外一個來處理？這是法規的這個部分啊。啊，勞安委啊，勞動安全衛生啊，這個法規有，哦，啊，毋過這個法規有的時陣有去執行無？哎，有去做無？哦，台灣的法規其實是足濟啊，哦，啊，毋過咱敢真正有咧做，哦，這是第一個我講對法規的這個部分，咱來先甲想清楚，到底咱即馬是要對法規來改，還是講咱來有一個法規對這個新的產業？老師，我聽用講，啊，這台北市長愛拍卡村。哎呀，你平常時你毋是講出代志才來甲我講這即馬中央愛做，哦，咱即馬足濟代志攏大家攏即個社會變動足緊的嘛。啊，咱來講實在啦，我嘛愛替公務人員講一句話，咱公務人員人愈來愈少，啊，所以伊個業務嘛足重的。查無到因遮來啦。啊，查伊個代志，你講擺甲毋知甲當時去啊。哦，所以即馬就變咗是講，咱拄啊咱。經常才有講到講啊，咱即擺協會才會特地想要來甲一寡指引釋出來，我講這是好嘅哦，因為你會先去對你嘅產業嘅這部分，叨位我有需要，哦，叨位我講來，互別人理解。咱大家來講啊，比如講咱即擺大家觀眾佇遮，可能50%、50%、60%攏毋知影這是咧做啥嘅啊，捌算過啦。哦啊，所以今仔日咱這個產業啊，有法度互大家去理解，大家來想講啊，這愛安怎設法規，哦，這會用有法度。會變做一個有法度討論的議題。啊，第二個我感覺上重要啊，是我上早上重視的，就是講，咱所有的這個設定內底吼，無甲人的行為想入來。哦，咱攏想講，咱的員工是對這個空間足熟，哦，伊攏知影這個出口佇倒。毋過人啊，拄到緊張的時陣，啊，還是咱講迄個 SOP 會講起啊。哦，所以咱拄到緊急的時陣，伊可能會拄啊空間的扭曲。哦，啊，時間甲咱本來想的時間無共，哦，啊，甚至於講，伊一些所有的這個情況，伊攏感覺定格佇遐，哦，伊說無法度去想，所以員工嘛會啊，哦，咱攏感覺員工袂，其實員工嘛會啊，所以員工人嘛會咧，算的人嘛會啊，哦，啊，伊的教育訓練就足重要的，哦，所以伊有法度去判斷講，啊，這我緊來處理無，所以我顛倒感覺講，咱這個員工的訓練，伊的風險的感覺愛足強的。哦，伊對這個風險的敏感度愛有夠，所以今仔這個代志，我安尼做會有危險無？但是講阮即馬咧規範迄個工地，咱咧迄個工人要入去施工的時陣，伊一定愛安全無愛地雷，吼，伊內底啥物有愛做，內底愛先甲你逐工來攏愛先甲你講者，這一定愛注意，我才佇開始做，就是講迄螺絲啊鎖按啦，咱逐工攏愛鎖啦，袂用當一工鎖一工無鎖。就敢若工地共款啦。是，你看伊入去迄個空間，就是那一個無共款的工地嘛。吼，迄個工地嘛是有危險性啊。吼，嘛是逐工咧變動啊。咱人佇緊急的時陣，你的行為甲咱平常時無共款。咱即擺法規其實這攏無想入去內底。所以這個產業有新的做法，這攏我攏足支持的。這個新的做法，尤其是伊甲人的關係佫上大。這個人的反應，甲咱平常時的反應佫無共。這幾個也無甲當作合起來想吼，咱所有攏干來講，這是建築法規，這是消防法規，這無夠啦。即賣建築法規甲消防法規，其實伊有法度做的，嘛足有限的啊。哦。因為咱即賣所有的規定攏佇遐，規定攏佇遐的時陣，干來講，我今仔要甲以建築法來講。我看這千萬條，但是要三步半。因為我找無我有法度適用的迄條啊，消防的我即擺已經用加急啊，
哦，啊，你講到佢傷嚴，啊，無人敢甲你講，啊，無啊，我用甲你放較鬆咧，袂使啊，我放較鬆咧，真正有出代志，啊，佫大代志，係啊，吼，所以咱即馬咧想這個代志的時陣，其實咱法規攏是外口外圍的部分，毋過咱上重要就是講，咱愛甲人的心理甲行為想清楚，啊，這個物件呢，就要來甲第三層教育訓練，啊，甚至於講，保險有法度去做無？哦，這保險啊，個問題大咧，佫較大條。小等再來問進場吼，我先來問咱玉賢吼，你開始去參與去算這密室脫逃超偌久啊？我迄天佇咧找即個相片的時陣，我發現講我頭一擺算密室脫逃應該是2019年的時陣。啊，迄陣朋友甲將士，阮嘛攏會約講去算密室脫逃。啊，我感覺真趣味的是講，應該講有一個足特別的代誌是講，咱咧參加即個密室脫逃的時陣，定定會有，就是你行入去一個空間，但是你入去即個空間進前，伊可能叫你6個人排好，啊手踏咧頭前迄個人的手來頂頭，啊目睭閉咧，啊行入去迄個空間，因為伊無想要互你知影迄個空間生做啥物款，也是講迄個空間佇咧對，因為伊的目的是互你。會使你有迄種浸水式的感覺，就是你咧迄個空間內底是你愛有迄種我即個整個人咧即個故事內底。surprise， 對 surprise， 這 surprise 嘛是我拄仔就是看到即個新聞的時候，我上意外的一件代誌，就是因為像種恐怖類的密室脫逃，伊其實規間暗摸摸，啊拍一個電火，啊其實伊要甲你嚇驚還是安怎？伊其實毋免用真的人啊。伊用假的人就足恐怖啊！像有人去算迄個六福村還是啥物，迄毋是有一種迄個按頂頭落來，啊伊邊仔嘛是攏足儕假人啥物，迄其實都已經互你感覺足恐怖啊！但是我感覺會發生這種代誌，是因為伊想要互你一種佫較好的故事的恐怖，佫較恐怖，對，佫較好的故事的體驗。啊，我認為這其實對阮遮的玩家來講，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當有人願意去生產這種更較好的故事，生產這種更較好的文本，更較好，互你去體驗這個經驗的時陣，你算起來會愈趣味。問題是你袂使你講你咧算的時陣，你個用這種真的人啊，互你落去調，啊真的人到最後變做真的鬼，啊到時陣入去迄個空間內底，你攏毋知影迄個鬼到底是真還是假。啊，就你的這個經驗來講。上恐怖的，你講互咱聽者，因為阮這攏老辦的，攏老歲仔毋捌算過。上恐怖的經驗是啥物？我個人認為啦，其實上恐怖的物件是所謂的 jump scare， 用台語講就是雄雄跳出來，甲你嚇驚迄種的。哦。啊，有的人可能是扮迄種足恐怖的人啊，跳出來甲你嚇驚。初中的時陣，你園遊會共款的，突然間跳出來迄種。對，但是密室脫逃伊上大的特色是，伊要互你去要安怎講解謎啊，去想辦法想出講即個謎題是啥啊，我要離開即個空間。其實所謂的密室脫逃，甲其他的咱講的浸水式的體驗上大的差別是，密室脫逃你的重點是脫逃，你的重點是你要離開即個空間，所以有一寡設定講，互你比如講愛誘出即個謎題是啥啊，去算講即個題目伊到底是叫你安怎？當然嘛，毋是算迄種數學的足困難的迄種數學題目啊，但是叫你兩旁啊正空。啊，有雞啊，創啥物？叫你愛爬，叫你愛拍滾，創啥？有誒是會安尼，但是無講真正講甲拍滾啊，是安尼，但有誒扔來扔去啊，迄種誒攏是有可能誒，因為你可能危險。我認為危險是你入去了後，你愛家己知影去安怎保護家己。比如講，大部分誒密室脫逃，伊攏會有一個人甲你帶嘛。啊，這嘛是今仔日咱看到迄個帶的人真重要。嘿，但是今仔日文化局伊提出來的指引，就講你愛有除了帶以外，你閣愛有一個人去看迄個帶的人，這是今仔日文化局提出來的指引。但是講較坦白，以我所參加過的經驗，通常都是一個人帶一團啦。你袂去看到講閣加一個人，閣加一個人，這成本毋知安怎，小人來問伊哦。對啊，所以
其實一個人去看這規個場合，啊，其實一個可能安尼遮大個空間內底，所有的耍的人是分散佇無共的所在，啊，迄個看的人嘛無一定會使看到所有的人。啊，若是我今仔日咧要倒一個物件的時候，我去磕到我的頭，啊，迄可能就顛倒是有一寡風險無毋對。但是我拄仔要講保護家己是大部分的業者攏會甲你講。哦，你若是隨時要停止啊，是講你隨時要手壓起來就 OK， 手壓起來都 OK。但是這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攏開錢，我入去算啊，我講向算開一半，講我無愛算啊，那毋就拖錢。我聽講後人老歲老弟硬，佫要經落去的。迄就是講，因為你攏開這個錢啊，啊，你想要去體驗講，就要甲偏轉來對啊啦。對啊，你即擺人吼，啊，但是啊，若是內面慶煙呢？慶煙這個部分，就是講。通常有誒，伊會先甲你講，但是伊佫無愛甲你講較足明誒，因為你若講較足明誒，你就無迄種體驗、迄種故事誒感覺。想要甲你講，就是情是水中煙安尼哦。就是比如講，我若是佇咧這個內底，啊，伊講，這個可能會有強光啊，足強誒光啊，還是講足大誒煙啊，還是啥，伊攏先甲你講，這攏是假誒。啊，要求啊，我太會知影講，這個煙是真誒啊，假誒，還是水中煙？這可能這個部分都愛請教咱其他吳老師，專家。若是煙要安怎？咱一般的人，你甲咱破解一下，一般的人要安怎看這個煙是真誒假？哦，一般吼，這個煙吼，其實用看是看袂出來人，毋過用機器和用所謂的紅外線的 CCTV， 但我都判斷，因為一般的煙甲火災的煙有溫度的差別，因為咱製造的煙基本上是無溫度的。那第二點吼。咱製造出來的煙，無可能有毒素在內底。啊，毋過咱火警的煙會致命的原因就兩點，一個溫度，一個毒素嘛。好，所以火警甲現場，嘿，啊有的毒是無臭味，無一氧化碳，伊就無味。好，所以無一定講有毒的一定有味，無一定。好啊，所以咱即擺這個場所咧布置遮個情況，我想講伊無可能有會大家致命的元素。加咧內底啦，伊是一個現場的效果爾。好，那這個問題吼，我就伊講，我的理論來看這個問題，因為咱的這個單位來通知我參加這個節目，我嘛是甲主持人開場的講法同款啦。因為這個問題是咱內底員工致命的事件，哦，毋是講即個管廠的人致命的因素。所以這個問題我是想講吼，可能甲消防的問題。無一定有即大個直接的關係，啊，毋過吼嘛，毋是講無關係，咱的政府機關就無啥物作為。其實，在2017年，其實內政部就公告一個叫互動情景體驗場所的安全的指引。吼，其實這個已經有相關的相關的一個點來，互業者去遵守啦。毋過這個是一個指導公令，伊毋是法令。其實伊無強制性，敢若指導公領爾。啊，為什麼安尼呢？就是講，因為這個場所這個行業到底是相關的，這個問題最敏感的啦。這真正觀眾朋友可能也真好奇啦。這是文化局咧管。啊，這是恁消防就唔是直接要管理哦。這嘛袂使講完全是文化局，因為伊是一個商業的場所，所以變成說。已經要觀光局，將個改變文化局嘛，所以伊是商業的場所。啊，依照咱台北市政府就是文化局來管，吼，這是第一點。啊，第二，伊這是行業的管理，啊，營業的管理就建管啊、消防啊，攏來，吼，所以咱咧分兩個是營業的管理，就是一個行業登記的管理。啊，現在出問題，一般就這個營業的問題嘛，所以營業問題就講來消防、建局冇。勞工問題，啊，這個問題是勞工問題。啊，咱我來回來講咱消防的問題。其實內政部有提出相關的指引，不過相對來說，他伊用指導公令，唔敢用指引呢。因為你若講我法令定的，變成我管的，我就舉一個交到主席嘛會舉出來的。所以這屆台北市出代誌了後，咱台北市政府去檢查，足奇怪呢。敢若台北市政府商局去開100多萬的罰單。哦，這是一個我就講啊，足奇怪的問題啦。第二點吼，這間出代誌的場所，2022年就成立了，到2026年出代誌進前，
其實伊的消防安檢攏總合格。啊，第三點吼，攏合格。啊，第三點是講，咱依照迄個指導供電嘅安全嘅指引，其實伊對消防設備的要求其實無介懸。啊，咱即擺咧爭論一個，講啥伊把它用咧甲類的場所，其實咱消防嘅設備的要求吼，除了場所別之外，有兩個最重要的啊，就是伊嘅面積嘅問題。第四個樓，伊第幾層？伊也伫10樓以下吼，面積佫無介大，其實伊愛設備，就講伊伫教育，伊設備嘛是足普遍的啦。因為咱安全的標準吼，咱可能觀眾要有一個觀念啦吼，咱政府設嘅安全的標準，唔是上懸的標準的，是上低的標準。哦，嘿，因為你無可能。啊，爾喂，這是要安怎？變成另外一個問題來了，咱的營業者看這個安全標準，是認為伊是上懸的標準，還是上低的標準？因為咱政府是定上低的標準，唔免咱業者看這個標準，講伊是上懸的標準哦。所以變成我咱去安全檢查的時陣吼，咱有一款專業要建議咱業者說，你這小可變做講啊，我這小資本提寡一個，伊講我小資本，我無遐個錢，我合格就好啊。所以這樣變合格是毋是安全？啊，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啦。我講我定來用一個例，大家甲學生仔來溝通啦。講你無犯罪，無代表你是聖人的，你在入世忠烈祠的，你無犯罪是正常人，啊，對不？同款，咱安全的標準其實是上低的標準啦。啊，至於講咱營業者下講要互迄場所愈安全，咱員工愈安全，那伊就愛去考慮講要投資吼，這個相關的安全設備加。員工的訓練，互咱員工安全，咱的場所安全，啊，咱的事業會使因為安尼，愈濟人來交關，我這是一個正常的循環啦。啊，毋過即馬就是因為成本啊，即個問題，還在自行講今日這個問題在這裡講，我是感覺安尼。是老師，我給你做一個小小的整理哦。第一，咱即擺這個事件甲消防設備無直接的關係，會使安尼講。吼，這第一。第二，即間出代志誒，即個場所，伊其實2022至26年，伊的安檢攏是合格的。消防安檢攏是合格的。那麼，咱一般人如果若去到這種密室脫逃的室內的場所的時陣，咱應該安怎看講？這個所在是安全的大丈夫。有法度安尼，咱的目睭看就知嗎？這個分出兩個面向來講吼，有一部分的行業有安尼的設備，你去飯店，吼，伊有掛一個伊安檢合格的場所，吼，這你會使注意去看。啊，第二吼，咱即馬正討論這個所謂密室這個場所。你若講大家攏入去看啊清清楚楚，可能無人要來啦。好，你聽啥意思？所以伊嘛會使另外一個方法。但是咱像正常伊嘛會當掛保證講，來，阮遮吼一入來時陣，互你知影講我這吼100%攏有安檢合格。會使咧，這就是講恁的同業會去做去制定一個大家共同的遊戲規則，就講咱若要互咱的顧客入來安心。咱在安檢，不管是消防安檢、建築安檢，咱勞工檢查的所有的主管機關攏會來查嘛。啊，查了的合格文書，咱來掛入一個門的所在。當然以前塑化劑的時陣，大家飲料店攏掛一個講伊 SNG 檢驗合格。如果總共好像這個後擺這個行業，吼，會使慢慢吼去推薦給咱的專民來參與的話，那咱業者就要有一個自律的一個遊戲規則啦。但是現不現哦？我像正常哦，伊就寫兩張滿呢。吼，這產業的法規的困境，第一，我有文化內容特性，但是我是低人流啦、低人流啦、可控管制體驗型的產業。低人流可控管之產業型，體驗型產業。第二，土地使用分區的困境，
無應該直接歸類為遊樂園，吼，不應該直接歸類為遊樂園。第三，頭拄兩位老師攏講過，你甲我創作低灣的邊境的文化愈來愈懸，我都執行，哦，我這唔知要安怎用。第四，吳老師也講過，消防分類的困境，不宜直接以甲類場所高強度管理邏輯概括處理。現在啊，請咱王老師來講解。第五，娛樂稅遺珠啦，娛樂稅遺珠。動屬文創敘事活動，但是啊，我的 case， 你陳老闆，你告訴我們哈，因為這裡面哈，等一下包括遊樂園、土地區分啦，這個建物啦、消防這個都會講哈，都會請兩位老師講。你覺得關於娛樂稅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娛樂稅我們就是遵照地方政府的規範在繳交啦。那目前的話，就我所知是像之前的時候，文化部那邊好像有規範說，一些行業，比如說電影啊相關好像會變成是免稅類別。那我們的部分好像不想，因為他們可能認為我們的娛樂性質是比較高的，所以這個好像還是被保留的狀態。哦。所以我们那可以使用文化幣去你們那邊玩嗎？事實上文化部在2023年的時候有界定我們這個行業被納入藝文法修法，那所以他們文化幣是可以使用的。文化幣是可以使用的。是的，是的。那這個邏輯就有一點分差啦。你文化幣可以使用，但是你又沒有在全部歸隊在文創類別裡頭。是不是這個意思？目前看起來是這我不敢肯定，目前可能是這樣子。那這個稅對你們來講，如果把它稍微減免，你們有沒有辦法去投資在消防或者是員工的訓練？像剛剛王老師所說的，對員工的這個教育訓練啦，或者是投資在更多的軟體的設備上面？勢必會有更大彈性的空間，讓我們去運用那麼我們也談到說，其實以你們現在在這個產業，它還是很年輕。那麼很多地方，它不可能到一個全新的、非常租賃租金非常高的環境裡頭，一定到一個比較稍微老舊一點的大樓裡頭去做更新設備，然後去做你們的事業嘛。那麼相對的來講，對你們來講，這些消防設備對你們來講是一個難題。其實這個有一個更奇怪、不好解的困境是，我們當然會希望說，我們使用所謂的蛋白區，就是屬於比較不是那麼新式的大樓之類的，租金也比較便宜的地方。但是因為現行的法規的規範下，事實上會把我們強制給拉回所謂的蛋黃區，我們才能使用，才有機會符合。你可以說說為什麼嗎？這個邏輯是什麼？這個邏輯會從土地，比如說土地法規的話，我們就會以商業區為主，對，限制我們在商業區的範圍裡面。那再來的話，就是像是建物法規，那是D1類別的話，一些老舊大樓比較不容易通過。那在甲類場所的話，那消防的話也更是如此。那比如說，萬一有些大樓它的樓高是超過11樓的話，那甚至我們要配合整個大樓的公安去裝設灑水和排煙的系統。那對於我們這個行業來講，我們是屬於小成本創業團隊來講，這蠻不容易的。你可以說說看，以你現在的公司，你們經營一個月的人事成本加上場所租金的成本，要多少？要多少資金？一個月就好。我們算是比較又是算一個新形態，因為我們有大量的跟舞台劇的演員合作，所以我們公司的這相關成本事實上是會比較高一點的。那例行上來講，可能一個月我想一下人事成本至少60-70萬，60-70萬起跳，然後遑論租金和一些水電成本。哇，那不小了。可能接近100萬。已經接近100萬了。是的，是的。那麼一般大概像你這樣子的狀況並不多哦。我的觀察應該可能都在30、40以下嘍。
對，因為我們性質比較不一樣，我們有大量的引進的舞台劇的演員的表演啊。那麼你怎麼觀察這種30以下的？你都已經是困境了，他們30以下的，他怎麼可能在蛋黃區又是甲類又是D1？那他們怎麼幹？所以好像有些業者會進入所謂的灰色地帶。哦，什麼叫灰色地帶？就是可能不是那麼符合相應的這些法規，他们在那個地方先營業。像現在前陣子有大茶器嘛。那很多就是被查起出來說是不符土地法規這種類型。哇，這歐老師，這看起來啊，有價類啊，有D1啊，這就是規氣攏安尼斬草除根啊。其實吼，咱拄啊，黃老師有講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講咱即馬所有的法規吼，攏是上基本的，咱無法度定懸，因為咱若定懸吼，業者會無法度生存，伊會也算成本嘛。哦，所以這大家攏要先了解吼，就是講咱所有法規攏唔是上懸的標準哦，攏是上低的標準。做正常人啊，做正攏是安尼爾哦。所以我定來講吼，合法無代表安全。這是兩個。有聽到，合法無代表安全。這是兩個無共款的代誌。吼，所以因為咱咧設立這個法規的時陣，咱愛甲所有的成本來甲考慮入去。吼，比如講我一棟厝，我要甲這個厝的條啊，佫控較粗咧，會使無？啊！我要求全台灣攏愛控較粗咧，啊，較地動的時陣袂害，會啊。毋過大家迄厝的介紹一定都夾起來。啊，共款，咱作為一定法規吼，一定攏是佇即個內底愛列一個上基本的標準，這上互咱的觀眾朋友了解。所以吼，拄啊，咱正常咧講的即個問題啊，其實是兩個部分啊。一個是咱的土地的使用的法規，伊愛佇叨一區；一個是咱建築管理的法規，伊是叨一類的法規。哦，咱拄仔就是講到迄D1，迄是建築的分類，哦，建築的分類佇D1內。啊，土地吼，其實我嘛知影講，足濟可能攏佇迄個，你像伊講迄要求去哦，佇迄商業區啦。啊，我嘛知影有誒是佇迄工廠的啊，吼嘛，甚至有佇迄地下室的啊，嘛有違章的啊，吼，攏有。啊，這就是講吼，咱即馬來分區的時陣，咱攏無去設定講伊遐佇搭無。啊，只是講伊即馬的法律規定。甲伊逼去講，一定要去選迄區，才有法度去符合這個規定。哦，這是第一個土地使用的法規，甲咱即馬建築法規，兩個分區是無共的。啊，只是講伊即馬咧使用遐個法規，變做是有誒，咱先攏去用逼去愛去商業區，才會符合這個規定。這是第一個，我先感覺咱愛先講個清楚，因為我嘛知影足濟工廠，無人去做這種產業的，吼。啊，甚至有講迄個違章的場所嘛是有，嘛有啊，嘿，吼啊，過來咱都講當然，拄仔講迄價類吼，其實價類伊有一個特性，就是講伊的人無固定，伊的流動較緊，吼啊，即內底呢，伊的可能迄個空間吼較密閉，啊較暗，要逃生較困難，這是價類伊的基本的對象。啊，咱若今日敢若講迄密室脫逃，哪像是攏有符合遮，所以伊用教育來管是合理的哦。伊是合理哦。啊，甚至於講是毋是會啊，佫較嚴，這我毋知。毋過你用教育來管，基本上是合理的哦。啊，所以消防我感覺伊即個來管安尼是無問題。啊，即往下來講就是講啊，所以咱是毋是真正着愛咱做這生意有誒成本就一定愛出來，安全的成本明顯哦。教育訓練的成本明顯，啊，這變成是講，咱即馬對這種新的產業來講，咱到底是上重視的代誌是啥物貨？哦，對我來講，一定攏講安全，一定要先考量啊，清楚，這個錢袂當勝利，因為出代誌就是大代誌。哦，咱攏敢若講這，因為咱若有一個心態啦，攏感覺講啊，這個應該是袂發生啦，哦，這袂出現佇我的身上，這真正常。比如講，咱今日入去內底密室內底共款啊。伊今仔拄着一個情況，伊嘛會想講啊，這應該是假吧？應該袂輪到我吧？袂輪到我，無遐衰嘛。哦，甚至於講伊今仔真正有看到煙，有聞到味，伊嘛想講，迄應該是主辦單位放的。哦，所以咱遮個代誌攏愛同齊成立的時陣，咱甲遮個情況攏愛想個清楚，才轉來想講好啊，咱這到底是法規的問題啊，還是咱的產業內底家己要有一寡家己自主管理？哦，咱家己愛來做遮個誒代誌，咱大家愛想講，我愛有即個產業會用較做較長、做較久誒。咱大家愛有共款誒理念，
來做這個代誌。法規的部分要閣加攏會用加，甚至於我甚至於攏主張講，反正咱為了這種新的產業，咱要有一個新的法規出來。毋過咱若閣往下想講，咱的立法院定法規就足慢呢。可能伊後擺毋知已經發展到啥物程度啊？咱法規才過閣袂赴啊。所以咱來先甲即馬已經有誒法規做好。執行個好，執行個好，你該查去查，該做去做。伊即擺袂，伊即擺現不現伊就感覺講，吼，你要甲我電死啊！我這是低人流，我又是低人流又可控管的，又不是流動很厲害的。你的觀察呢？那剛剛王老師說，適用這個甲類的應該是 OK 的消防法規，你覺得呢？它算是用最嚴謹的方式來規範，那當然是可以的。如果我們都符合的話，那就會以整個管理來講，就會非常符合安全性。但對於我們的特性來講的話，我覺得有些類比的一些行業，他們就不是用這種模式。比如說，像我們發展到現在的話，我們這個類別有點像小劇場。那小劇場他們的類別，就我所知是乙類消防。所以咱來講，這是必須，也是舞台的、劇場的，攏無共。所以哇，這觀眾聽到會歡喜，因為密室劇場，戲台，甚至於講我佇工廠的，敢若倉庫迄種，倉庫的，所以你敢咱若想講，咱入去迄個空間的感覺是攏無共，伊的法規嘛無共，所以咱無針對這個產業落去設定講，咱的安全愛安怎去規定，咱的即賣設定是為這個場所落去做設定的。咱毋是為着伊即個產業的特性來做的，所以伊會感覺執行起來有困難。因為我咧講密室的時陣，咱想的可能是劇場，咱講劇場的時陣，伊想的可能閣是另外無共款。但是吼，我先挑個，我先來問這王老師吼，我這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已經要求雇主對機械設備缺氧、散熱缺氧、甲火災。通道地方的這個階梯，照明通風、危害等等危害，採取必要的措施。這條袂當來檢查講，你當扮鬼啦，還是講肉啦，還是吊頭啦，還是黑暗這種演出嗎？這無法度來無法度用這來甲檢查嗎？這個問題吼，就是講咱今仔日唔是講台北市政府有公告一個標準出來嘛？就是說伊設計的過程啊，後擺愛經過去審查。哇！好，所以原來的審查伊設計問題有安全的風險哦。你若講以咱的職業安全的法規來看，你也有風險，你就要用設備，還是教育訓練，還是一款方法來減免這可能會出代誌的問題，這是對，這是而且是雇主愛去處理的。其實這條法律的後邊法則是有法則咯，有愛法就是業主。好，不過我今晚講回歸咱這個問題來講啊，吼，說這個代誌吼，其實大多咱的業界嘛有講部分的問題啊，吼，就是說。比如說，像咱來在商業的區，因為這個行業本來就是商業的活動嘛。因咱台灣人吼，對土地使用分區的這個理念吼，這無清楚的啦。吼，照講咱你也去國外進步的西方國家的大的經驗，主題區無商業活動啦，商業區無大的問題啦，不過咱台灣的自相混在一起嘛，唔得有這個問題，吼，這是第一點。所以其實因這樣業者吼，為了要降低伊的營業的成本啦，所以唔是講在蛋黃區、蛋白區的問題，伊商業區的房租一定是較貴一寡，所以因為減輕這長期的資金，所以伊就選相對較俗的。地方去經營，這個較俗的地方，還唔是商業區的話，伊就無法度合法啦。所以因這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不過咱來為觀賞來看這個問題，你商業活動，
在上下區，照講是合理的啦。咱來老實講。啊，第二點吼，因即馬認為消防設備吼有一個較大的壓力，啊，這吼其實嘛是咱社會事件引起的。在2年前高雄的海中天發生火警意外嘛，咱以前的時代吼，你啊場所的消防安全設備還有各種哦相對來檢查發現有問題的話，伊是開個改善通知單，互你1個月來去改善。啊，不過海中天迄個事件了後，咱的民意認為，這商業場所愛隨時保持你的場所的消防安全設備。不，你隨時愛保持咱這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一定攏安全的。所以因來檢查，發現無合格，馬上開單。好，這是頂個高雄的火警事件，好，因為民意的要求。好，比如說，這營業場所要保護咱的一般的使用者安全，所以要求咱的業者一定要隨時把你場所的消防安全設備保持是正常的。所以這擺業者唔是講因為這個場所的消防設備要求特別懸的，唔是這個問題。因為這擺修法了，你要隨時保持伊是正常的，設備是正常的。啊，那主管就來查。什麼行業就同款？就是商業場所，但是要保護這不特定的消費者，好，所以就是高雄迄個火警了修法的。所以因即馬對消防設備現在有這儕壓力的原因，咱若監管啊，什麼部分來檢查，發現無合格，大部分袂馬上開單啦。不過消防設備這部分，就隨丟掉啊。但是因嘛是，但按問消費者吼，消費者是有恁有真注重。講有這個，你比如講你去算啦，你去算的經驗，你敢有安尼先上一個講，這個阿武奈吧，你敢會？講較坦白，就親像咱拄仔咧講的，其實迄一個所在，啊，你入去，你其實你入去，你就想要改題目啊，你其實袂去看講頂頭裝啥，但我拄仔想到的是講。當咱今日要提懸遮的消防安全還是啥物物件，比如講勞工的遮的成本的時陣，我想到的就是安尼就會起價。對消費者來講，對我來講，我可能即馬咧算一家600，一家800，啊一陣人安尼。啊，若是講到時陣可能算一家密室逃脫愛1000塊，愛1200塊，你敢會去算？我想是袂啦，因為你可能3點鐘5點鐘。你可能會感覺講啊，咱呢1000塊，我可能開袂落。但是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安全的所在，會使你去佚佗，當然嘛比一個有風險的所在佫較好。甚至我認為講，就是遮個成本啊，伊想要去降低遮個成本上大的問題，就是變做講咱的國家、咱的法律愛去符合着遮個業者因所需要的方式，因為。文化創意的產業，包括足濟像阮去算密室逃脫，去參與迄種浸水式的劇場。其實阮對咱台灣會使發展出家己的遮個文化的創意的產業，其實是足感動的。因為只有台灣即個國家會使你家己發展出咱家己的密室逃脫，家己發展出咱家己的咱個一種物件叫劇本殺，我認為迄個叫劇本殺還是劇本台，我毋知影。但是就是。有遮個物件，咱有法度，互遮個法律去約着咱的消費者，是咱的業者的骹步，咱較有法度去未來有佫較濟人，都親像拄仔足濟來賓攏講啊，我無算過，但是阮這種少年人，其實有時陣3個5個少的就去算這個密室逃脫，還是講我是真愛想要來參與啦，但是驚講咱這老人嫌去用嫌啦，因為咱袂曉算會去用嫌，去用笑啦。但是吼，我問你，你若既然是賣吼，你一個月差不多你去消費幾擺？其實我無算講就個咩啊個。就真接去算。一個月有1擺無？無啦，但可能一年3擺2、3擺之類的。但是因為迄是講朋友，比如講有誒有推殺出新誒劇情啥物的，啊會去參與。叫你去開箱。就講咱少誒啊一團可能去算者安尼。其實這嘛一個足大誒問題是講，因為嘛毋是問題啊，就是講一個。
原因是講，因為阮可能一組人6個人、8個人，啊，毋是講定定講，攏有法度講招着6個人、8個人，就會使你就去算，就有法度去算，對無？啊，所以就是毋是講所有人時間上攏有法度配合，但是講較坦白，其實算這伊上大的快樂，就是你甲你的朋友同齊去解出一個問題啊，迄個快樂是你。佇咧算這個時陣內底去追求的。這其實就是咱今仔日這7點鐘要來討論的這個物件，就是講真濟業務團隊啊，很多業務團隊啊，拿這個密室脫逃當成是 team building 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他們來這裡，利用這樣來建立同儕之間的 peers， 就大家同儕之間的感情，一起合作的默契。那麼同時還有剛剛。玉賢有提到的是關於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上面能夠有自己的獨特性哈。我最後的時間，我想請陳老闆，你可以談一下，就你自己做這個產業，你認為這個產業最珍貴的地方在哪裡？讓大家要珍惜這樣的產業在台灣的這塊土壤上能夠長出來，開出一朵花，然後因為這樣的意外事件能夠讓它長得更健全、更健康一點。對我來說，這個產業它像是這種形式的文化藝術的一個載體，就像我們載體很多類別，比如說我可以出版小說，我可以做出電影、電視劇，那這種沉浸式的這種作品也是一樣的意思。那我們台灣其實我們很多業者相當努力，我們會結合我們在地的一些歷史或文化，比如說我個人不喜歡的一些恐怖題材，不過他們很棒，他們像是有結合一些民間的傳說，譬如說紅衣小女孩，或是玉山的小飛俠。或是像之前那個咒的話，那個電影那個李洞山莊，他們把那個山莊給還原，還有像是一些民間傳說，椅子姑啊、椅子娘，甚至先講一下我們自己的作品，我們也是用那個日治時期的台灣的總督府的辦公室為背景來進行創作。對，那體驗者呢，就可以在這其中可以進到我們所呈現的這一塊世界中去投入他等於進到我們創造這個時空之中去體驗那個角色。那我覺得是這種行業比較珍貴的一個地方。所以它不必然是密室，我可以這麼說嗎？可以這樣講啊。那麼經過這次事件以後，你們覺得是不是法令上可以更加的健全，並不是一定是所謂嚴不嚴格，而是說讓你們有所依循。你們是希望這樣的一個角度去做這樣的。這個法令上面建議嘛，是吧？是的，我們都希望說，在這個規範之下，看你們做更細的區分，因為我們的產業剛剛一直提到說，我們發展的非常多元，我們類別其實相當多，那都把它直接規範到同一種類別上會覺得不是那麼的恰當，希望可以做更細部的區分。老師，想要吼兩位老師吼，因為時間剩3分鐘，我請請王老師來講吼。伊對着這場所，希望講要教類後電影戲台歌廳舞廳這部特定啊，即是希望會當較分較有路者，這敢有可能？咱即馬吼有一個理想啦吼，即講理想嘛是其實無法遠啦。咱敢若有一個期待講，咱的顧客會安全離開嘛，咱的員工有法度安全的。做伊的頭路嘛，即做伊的工課嘛，所以咱即馬所有的法規，咱咧糾倒來想講，這毋是人數的問題，毋是你即馬的經費的問題，這咱咧想的是講，咱佇迄個情況之下，真正有法度對大家攏好，會斟酌，斟酌着。所以咱的法規有法度執行，有法度符合咱商業的需求，這是一個妥協的過程啦。所有的法規攏共款，大家攏有大家的想法。我今日嘛想講，我係啊，毋過咱到尾啊，大家有法度接受嘛。所以咱今日咧講這個題目來講，比如講咱咧講的是毋是人數，是風險。這個風險的懸啊低，大家愛想講，咱對這個想法愛有一個共款的度佇遐。所以比如講，我咧剛才想講，這內底你佇內底你的認知可能無共，你會恐慌會驚嚇，這攏愛想入來啊。所以人的這部分其實是咱即馬所有法規內底較欠的，毋過這個是咱即馬咧做這的時陣有可能想要互伊的，這就是咱即馬法規甲實際上基本上有矛盾的所在，但是這嘛是趣味的所在啦。那王老師，我嘛是呼籲會贊同咱王老師的講法啦，咱安全其實無法度畫拍拉個的啦。
啊，安全的問題唔是講顧客，員工咱共款愛共步去照顧到啦。吼，所以我感覺吼，這個問題吼，咱的業主吼，用伊的創意去發展，吼，製造即吸引人的一寡的商業的行為，毋過嘛愛把安全的這個部分考慮入來人。我感覺這個行業才有法度所謂的永續發展，久等等。啊，無你這較好的一個行業，定出代志。我看咱民眾嘛無法度去接受，我是感覺，即我的建議是安尼。我會記得阮講的時代，攏甲我講人多的所在唔通去，即擺人少的所在嘛，唔敢去。這消費者自身也要有警覺吼。好，感謝四位，感謝，謝謝。